土耳其大地震过后，当地大人囡仔拢真需要一个保暖的物资。主席基金会伫台北的据点也受到土耳其驻台办事处的委托，来甲因斗补一寡物资。初九一开放，着真侪民众赶一寡厚衫、被，也有有烧包等等的物资过来，也有伫咧台湾的土耳其人来斗相共，因也真感谢台湾人来甲因帮助，互因来渡过难关。来台湾读大学的土耳其籍学生土纳汉，伫内湖主席一开始到收援助土耳其物资的时，就来斗相共。I really don't know what I'm doing. I just try to help. You know, I hope that everyone else can do the same. 另一个来台湾作党的网络红人独家，嘛同款来协助物资。伊讲家乡就伫地震发生的所在，有一寡亲情过身，伊真艰苦，嘛希望大家来帮忙。现在这里是零下13度，有些人没有鞋子，有些人没有外套。这个城市的人口是1300万，1300万只是土耳其政府来不及，没办法，所以我感谢台湾的朋友们，很多捐款。土耳其驻台办事处公布物资需求甲地点了后，真侪民众拢出钱出力。主席主善事业基金会嘛表示，是受托提供场地，对今日开始到19，开放民众捐赠符合寒天需要的衫裤、困地等10多项的物资，考虑到卫生，希望大家关心呢。可能时间一两年，但是没有使用过的，那这个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捐出来。使用过的或者说8成新的啦，等这一些呢，我们自己使用过的，那希望就拿自己的来用，不要送过来。一看到我就跟我爸讲，然后就开始收集啊，然后称重啊，写清单就过来了。你赶在第一天就直接先送过来？对，就马上就过来的。主席志刚表示，民众的爱心物资，因为伫整理了后，一批一批送去当地。另外，主席嘛捐赠25栋的毯仔，真侪志工拢来款货，这个毯仔有价今日就会交予飞去土耳其的班机来运送。记者陈柏丽台北采访报道。